笑声会比较大，对不对？秀兰你应该是算是中凯吧，中凯哈。那你一人抵8凯哦。好 ，OK 哈，好，因为你也可以 ，OK， 没问题的。好，现场的朋友们，你们从下午2点59分等到现在，为的是等谁呀？许富凯。为了等谁呀？许富凯。让我们掌声欢迎许富凯。尖叫声全场好！跟这首歌，听众不爱请你，观众朋友一起唱，谢谢。 想着心上悲，想到你甲我甜蜜的情，前面的姐姐双手来借我，过去啊。 声音引我心去味，无缘的无论伫倒位，我会永远思念你。虽然我明知影你甲我已无缘，过去啦。 换你们唱好吗？过去啦。 大家好，爱黑。
许富凯。对我其实跟客家中有一点关系，因为呢，我本身是高雄人，我家隔壁旁边就是美浓。我记得小时候呢，我常常要去美浓参加客家杯的歌唱比赛，然后唱的都是客家歌，所以待会呢，我也会安排一首客家国歌要跟大家一起唱，希望大家呢，你们会唱的跟着我唱，麻烦你们了。好，接下来带来第二首歌曲这首歌呢，最近呢，秋天好像有一点感觉了，是不是有淡薄爱冷冷？会哦。对，带来这一首《米酒葵》送给你们，谢谢。这一首歌呢有一个重点，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做好不好？全场的朋友，好吗？对，跟我一起比一个爱心，一起哦。我们的那个直播都会拍到你们，好不好？来，双手借一下，看一下，谢谢。阵阵风吹啊吹来南无啊不知遥远的伊敢会打伞。夜的天气，你一定知影。痴情人思无的心情，如果是三更半暝的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。不要过年笑阮这日子。爱你的心袂停止，双手借我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稀花。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冷冷规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花，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全场一起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中意的宝贝在哪里？如果是宝贝的话，爱心借给我一下来哦，全场一起哦！你是我最爱的，再大声一点！你是我最爱的，谢谢。如果是三更半暝的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。不要月亮笑阮这日子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双手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稀花。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冷冷规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花，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再一次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稀花。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冷冷规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花，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。大声一点哦！你是我最爱的。谢谢，给自己一个掌声加尖叫声，好了，太棒了，谢谢你们。来，中立的宝贝声，我是中立的宝贝吉祥。你是漂亮宝贝。哎呦，秀兰，你很嫉妒吧？他说我是漂亮宝贝。哦，你们
没有人要理我，尤其那凯粉不是，看到你我们要一起这样子才一美起。你可以再夸张一点没关系，我跟你说。大家好。哇，非常欢迎凯凯来到我们的中立。好，谢谢。哇，每次凯凯到的地方真的是这现场呢一定会闪起这个凯道大灯。上一次我们在那个关西的时候，是牛栏河两岸闪起了凯道大灯啊，对。哇，让我眼睛为之一亮。我今天一来到现场，我说，我们的凯道大灯亮了吗？开始了。对，已经开始亮起来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凯凯，你最近除了最近我记得你前段时间在拍戏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最近在拍那个民视的戏，跟公共电视一起的，叫做《孟婆客栈》。孟婆客栈。对，这是一出歌仔戏。所以你要里面不是要唱吗？要唱啊。比方说要唱什么？有都马调。对，都马调。比方是唱闽南语吗？都是闽南语，但是呢，我们的唱腔不是这么一定要像传统歌仔戏这么的传统。哎，都马调，客家歌也有都马调应该很多，对。对啊。比如说都马调，我心骑白马啊，走三关。我该我所以有回中原。公主，我等来有。凯凯，你等来中立咯，不是中原，是来中立咯。对，咱中立的，今仔日你是咱中原节咯。啊，是呀。是呀。其实凯凯很厉害，是他不只说是刚才唱的闽南歌，然后呢，你看歌仔戏，你们演那个，其实唱在歌仔戏，就像客家歌的时候，他很多那个韵味，就像客家歌你刚才讲说，其实你住在旗山，旗山的隔壁是美浓，美浓呢就是客家歌。听说你以前也会参加客家歌唱比赛？有啊。那我爸叫我去的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因为我真的不太会讲客家话，所以就从学唱歌开始，就是一直用死背的这样子用背的方式。那所以已经有输入到你的脑波里面了。基本上是的。同山沟台湾某班亮钱，你们是某班亮钱哦。可是我们正确的不是这样唱啊，怎么办？那就赶快修正啊！怎么办？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说同山沟台湾某班亮钱，错。没有某班亮钱代表的是没有半点钱，意思说客家人很穷，其实客家人好野的要命啊，真的。客家人超有钱，所以要唱好多有钱人。不是是要唱同山沟台湾莫带多钱，要讲没忘记带到，因为在那个迁徙当中忘记带到信用卡，忘记带到不是没有半点，是我们太多是忘记带到。写这首歌的时候有信用卡这种东西吗？你不知道吗？我们客家人走在时代的尖端，我们都要飞上宇宙了。原来是这样子。对，你对我们客家人有非常深知误解哦。我没有误解，只是觉得哇，好前卫哦。那当然，我们现在呢，主持费都直接扫 QR code 的。原来是这样子。对啊，你们待会歌手也是，我们来到中立有没有？待会你的演出费也是直接扫一下 QR code，哔哔。我们是拿现金呢。没有，讲现金好怂哦。真的哦。你看那有钱人有没有？出门的时候来扫一下 QR code。像我们现在都到市政府去办公用脸辨识的意思是一样的。看瞳孔啊，好时髦。许富凯，27岁，体重48公斤。48，太过头了。谎报是吗？谎报了。对不起，仪器测试错误。68。啊，68岁。没有啦，我今年才32岁。我都没有讲他真实年纪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凯凯呢来到现场呢，我们今天讲到客家，每个人你好港从东年你好，从客家歌曲为大家来欣赏。那我们凯凯呢要唱这一首，就是他已经苦练了32年的客家本色，那也需要大家呢跟凯凯一起来加持。因为我怕我发音不是这么标准，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大声的跟我唱，帮我导回正轨，好吗？真的吗？那你首先第一句就要先唱对啊。同山台湾莫带多钱，没带多钱，莫带多钱，不要再说我们没半点钱，莫带多钱。对，我们客家人超有钱，忘记带到。没错。来，音乐起下。当时来双手接给我啊！有你们听哦。
200年无改变，下甲今生无风雨，永远永远。掌声拍拍手，客家好朋友凯凯。时代在进步，还有社会改变，是非善恶充满明天。奉天誓言下家里，守护心田。正正当当做一个良善建立，上上恩给老祖先。永久不忘初衷的千年万年。还给我鞭炮声！天哪，太厉害了！那个秀兰姐是不是？是啊，秀兰姐超秀兰姐来一下，来啦！再派一个代表来好不好？哎，小心很高哦。山坡快板，我方向前，山行大人都山岗天。早起一丝一丝麻叶，时时快快酒，爱风扬传达，200年无改变，下甲今生无风雨，永远永远。时代在进步，社会改变，是非善恶充满民间。奉天誓言下家里，守护心田。正正当当做一个良善给你，上上恩给老祖先。初衷的千年万年。谢谢。秀兰，你这样子不行哦，你这样公器私用哦。那我要从哪边上去？子琪，你怎么上来，怎么下去就怎么上来。对，怎么就怎么？你们好，谢谢。哎，我刚刚看凯凯从这么高的地方，我就有点担心。我在想说他直接用按倒带，他就短就上来了。好可爱哦，帮我录一下。真的，那就短，像超级玛丽一样短。谢谢，谢谢凯，哎，蛮厉害的嘞。我那个人生那个成就，终于解锁了，解了一个锁，就是在客家庄唱客家歌，而且唱完，而且唱正确。真的吗？而且我告诉你，你还人生的成就，这比你得了金曲奖还感动。对，任何事情我都要去享受它。那是英娟，比方说我们现在要来享受，帮我们现场的朋友抽出一个奖，然后让他们来享受在家不用扫地，让一个遥控哔，他们家的小白就去扫地那种快感。哦，我跟你讲，凯凯你也要享受一下。接着下来就是要带那个哑巴媳妇给大家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人好哎。这个机器人，这个机器人最好了，又点点嘛走，啊你点点嘛后，没有电，他自己又会去充电，又不会边扫地一直说你们的垃圾都乱丢，脚又不抬起来。就像客家人勤俭持家的意思是一样的。那是吧？来，我们直接来先抽第一个机器人，请凯凯帮我们抽出。好。哎呦，哎呦，0301孙家荣，有没有？来，我们再抽。好，你再抽啊，你再抽就算你的。哎，没有，是不是？没了。等一下，不要紧张啊。好，等我一下，凯凯，等我一下。他好紧张，没关系，我们都用支付啊，哔一下就好。来，我们麻烦301号301孙家荣，恭喜你得到了我们的扫地机器人，请到舞台的左手边来领取。恭喜你，要谢谢凯凯帮你找了一个这么棒的好帮手。谢谢。真的。那接下来这个也很棒。
接下来这个呢，我们要请凯凯继续帮我们抽。在我们在家的这个，就是你碗洗好之后，我们要安全，要杀菌，我们要有一个烘碗机，要洗干净。对，洗干净，然后要烘碗机，要杀菌。没错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抽出的是这个名象紫外线杀菌烘碗机，请凯凯抽出。对，来哟！哎呦，这个是姓著名的郑家中立区319号，319号。我觉得你们这人写字很奇怪，为什么要写这么艺术，写到我们看不懂的字呢？恭喜编号319号陈静怡，你看得懂吗？陈静怡，这是姓陈吗？对，姓陈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认编号319号，319号，恭喜你得到了烘碗机。那我们再来抽一个，这个是这个名字很长，我要念的很有那个气质。OK， 我们接下来要抽出的是美国 American Colleen Rubber， 就是超神仙豪华组，它是什么？这有没有很有学问？有没有 American？ Bonjour， 其实就是一个碗啊。我们给漂亮姐姐一个热情的掌声，她可以想出这一段已经很不得了了。不是，这不得金钟奖还得了？我就是啊。不好意思获金钟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今年又入围了。我就说嘛，来我们仁爱宫主持，刚才市长讲的很对，红的会更红，拿过奖的还会再拿。是，今天不好意思啊，虽然你们不认识我，但是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年又入围了。恭喜！真的，加油，快点！你很会聊天呢，真的哈，不错哈。我有在主持节目啦，黄金年代哈，华视哈。还好我们不同，还要不是我跟你说，还有不会打到，不会打到完全。因为我是教育文化类我是教育气质。那看我的人就知道没什么气质。我们是综艺节目类其实我也可看得出来，对你有潜力。对，好，我们来抽出这个超高级的蓝宝石铸造锅，我们请凯凯为我们抽出Bonjour， 那个945号刘燕婷，945号，他说是刘燕婷，就是刘燕婷。虽然名字写的很甲骨文，我也看不大清楚，但是凯凯说是900，妹妹900几号？65号。965号。945号，对不起。凯凯，你确定你28还是82？最近有点老花。老花还是退化？退化，好了，都给我了。来，945号，是945号，刘燕婷啊，来恭喜你。那我们紧接着呢，我们要继续请凯凯为大家带来超级压轴曲，掌声欢迎凯凯。再来这一首台视8点档《放红吹》送给你们，谢谢。风吹的飞，飞远远无地吹。冷冷的风来讲情话，加情加意才收回。一阵雨，一阵风，风吹人简单孤孤，我的心。可比风吹也艰苦，风吹飞，行伊袂走，无人来陪，负情深深，永远藏心内底。放你飞，放风吹，放你飞去无后悔，我的饮酒一杯，藏在心肝底。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？谢谢大家，祝大家中元节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中元朋友。
人啊等无辜，我的心可比风吹更苦。风吹过，风吹过，行你陪走无人来陪，负情深深永远藏心内底。放你飞，放风吹，放你过去无后悔。我的饮酒一杯，汤在心肝底。放你飞，人情飞，天边海角无底找。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？放你飞，放风吹，放你飞去无后悔。我会想你，永远藏在心肝底。放你飞，日紧飞，天边海角无底找。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？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？帮我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安迪来了，没有 uncle 只有安迪。没 uncle 啦，今天给安迪娘娘啦。好，我们再一次呢，来谢谢我们桃园市政府、桃园市议会、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，我们也再一次感谢。